后来高雄的高山一间烘肉店，有一个外号“烘肉南霸天”，伫个当地真出名。啊，讲有几内民众4月12日迄天去用餐食烘肉，结果是吐骨流，到病院来挂急诊。卫生局前往稽查，下令停业2天。啊，业者发声明，甲消费者道歉，讲停业的期间会加强消毒。 肉片有肥有散，放起哩烘甲有声，搁香讲讲。消费者食了爽快，毋过最近所有几组人客来到这间有烘肉南霸天之称的出名烘肉店食饭，发生吐甲流的情形。基本上吃起来看起来都是新鲜。那如果是真的说比较有可疑，可能是小卷海鲜啊。大家都是上吐下泻之后，晚上就直接去挂急诊。我以为 是只有我们这一家可能运气比较不好遇到，结果看脆上面看哦，原来不是只有我们，是很多人。五线市提出就医的地啊，12号一个伙仔替囡仔做生日，6个大人4个囡仔到高雄高山分店食饭，开办外科，想未到过当天的暗时开始，就陆续身体无爽快，找医生。我们做超音波，然后发现他的就是有急性肠胃炎症状。另外一个五线市一口罩4个人去食饭，同款身体出状况。他早上起来喝完牛奶的时候就吐2次。卫生局接到通报了后，就来稽查，表示14到15号之间已经接到有4个人身体无爽快，针对8项可疑的食材做采检，嘛对原港甲就医的民众采检做调查。 感染病源采检后厘清中，累计就医4人，就医后均已返家休息。店家昨甲今仔日2天拢暂停营业做消毒，嘛发出声明表示，人客用餐身体无爽快，表达上深的抱歉，嘛会配合卫生机关做调查，进行清洁加消毒。卫生局针对业者其他的欠点，要求今仔日就要完成改善，若无就要用违反食安法依法的开单。 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